積陰德。很多中文是外文不能理解和翻譯的，積陰德便是其一。大部分中國人也不理解，更何況是外國人。大家都知道早瞓時積陰德有好報，他們的理解是積陰德是指人生在世的時候要做好事，積善願，積陰德，有福報，善莫大焉。所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有記錄入陰間的功德之中，從而為自己的來世世或後世子孫積陰德，有福報，善莫大焉。這什麼陰間來世的是迷信，其實積陰德是做好事或幫助別人之後，有些是馬上就有的效果，有些效果是其後或日後才或有的，那些不是馬上就有的效果，便是陰德，即是累積的意思，即是多做。小說或故事的好心有好報，積陰德的例子多得很，不多說了，只想說以下的例子，這也是中國人離婚率比例較低的一個主因。在這個社會，祖父母照顧孫兒便是積陰德，以下便是其後或日後的效果。兒女工作繁忙，壓力大，回家又要做家務和照顧子女，很多時候便會有情緒，發脾氣，導致夫妻之間的衝突，甚至離婚，家庭破裂。若然祖父母積了陰德，便會減少家庭破裂的機會。有些祖父母和親友早些明白這道理，他們都會後悔沒有伸出援手。至於是否有好報，不得而知，但心安理得，這便是最好的回報。總而言之，幫助別人便是積陰德，便會減少悲劇。若然大家都積陰德，也會多了人在關鍵時刻幫你，這便是好報。可悲的是，太多人為了自身利益損人利己，不但不積陰德，反而在造業。特別是某些國家的造業生靈塗炭，嗚呼哀哉。